咁呢，事緣就係咁嘅。話說我今日啱啱考完呢個中國單板教練國際考試，然後我發現咗一樣好勁嘅嘢，所以我覺得真係要分享下。咁呢個國際考試呢，就分做實操同埋理論嘅。咁個理論呢，你就要答200題嘅選擇題，考嘅範圍非常全面。咁由法律啦、公共理論啦、健身理論啦，跟住去到運動理論，佢都會 cover 嘅。當然我就背到嘔咁滯啦。但係我想話，我真係學到嘢。因為咧，其中有一題咧就係以下不屬於體育活動嘅係楊麗萍嘅孔雀舞。咁身為無知同埋好奇寶寶嘅我，梗係要即刻去睇下可以登上國家職業考核呢個大舞台嘅孔雀舞係咩啦。一睇之下不得之了啊！雖然冇被定性為體育活動，但係楊麗萍嘅孔雀舞原來真係好靚，仲要其實佢已經60幾歲啦，都仲可以跳到咁，係咪好犀利呢？尋日考完試雖然好攰，但係我都忍唔住碌咗個零2個鐘，就喺度睇佢啲片，所以我真係好想將佢推介俾大家。今次考試可以講得上係收穫滿滿啊！報告完畢。